四哥，四哥。啥人啊？我是过路人啊。哦，大夫啊！电话点出来啦。啊？你是宋军啊？是，老中，阮阿兄受伤，阮规工拢无食物件，想要甲你分一尾安梅啊，头志机咧。哦，好，大夫啊，你出去外口摕一寡茶，转来通兄弟。好。多谢。这是安尼啦，阮是做餐人啦，也无啥物款的好物件通请恁啦，只有是敢若大饼甲咸菜尔啦。真多谢，真多谢。你先食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杨世龙哦！阮公主啊世界就是派人要掠你啦！阮囝已经去报信啦！四哥，紧走！免走，包养。你两个人相貌堂堂，一定是杨家将哦。那是杨家将，敢会遐简单就互你掠着？要若安尼，你两个是？阮两个兄弟四目，乃是杨家将杨世龙帐下的参军，要抬就抬，免多问。真是强将手下无落兵啊！小小一个参军，竟然会视死如归。死了惊什么？既然甲被擒，生不如死。来呀！嘿，这两个人先压会了赢，听后若是掠着杨家将，才斗阵压会国境太后。是。这个受伤的人伤魂未轻，要好好甲伊照顾哈。嘛是听两个菜官讲话，因讲原版的公主已经杀死3名杨家将。生气啊！杨将军，失敬了。你认错了，我姓廖，名叫廖端，并不是杨家将。哦，哼，也若安
呢，你是安怎会冒死，将死去杨家将，搁再独木离边呢？我在伫杨老龙面前为好笑，看在陆将军提拔我的大恩，不忍心目睭金金看到伊的重要，暴死在这个荒岛妖啊！陆将军，杨老龙对你有恩，你就要报答。家主查家若是对你有恩，你是毋是同款的报答我？踮在我的帐下做我的中士。你是啥物人？我袂明白你怎会讲这几句话的意思。陆将军。像阮阿姊遐尔啊温柔，你若要答应就罢，若唔答应，我一声命令就当将你浑身摧骨。父亲你在苦中了，爱惜生命无轻伤，眼前绿袖拖险境啊。 快说明，在下原行是我将领啊，公主马前做先行。两岸的人都险诈，向你谎言骗诈假，除非中世先离拍。 公主啊，既然公主议了断啊，只好入世我过天关，行条就是亏啊本官啊，一生过节受不完啊呀！ 那你查家就封你为先锋官，带路对杀杨家将。是，公主。也毋过我为马前先锋，但是我无马匹，是要安怎样去建功呢？这唔遐尔啊容易。来啊！在。将你的马匹名为先锋官。是，先锋车。 迄神龙哦，迄徛要逃走哦。伊讲伊是啥物杨大龙。